5月20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中国企图歼灭一个民族维吾尔族的文章，重点讨论了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不但增加警力、军力，建立了警察国家、露天监狱，对维吾尔人以政治教育为名进行毒化和摧毁等等，特要求中国政府停止这种残暴政策。对此，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首席执行官阿卜杜吉利里·卡尔克阿西发表声明称，《华盛顿邮报》是世界上最有权威的报纸之一，刊登的有关维吾尔人的文章现已传播到世界各地。我们希望类似有影响的报纸能够告诉世人中国政府的压制政策。尽管中国政府全方位地封锁消息、掩盖事实，我们都必须尽一切努力将东突厥斯坦的局势展现给世界公众。根据西藏之声5月22日报道，西藏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文色以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抓捕入狱，被中共政府判处5年有期徒刑。其律师梁小军表示不能接受这一结果，而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达瓦才仁也指出，中共政府的此举是杀鸡儆猴，但这只会激励西藏民众与未来变得更加强壮。博讯5月22日报道，伊朗总统鲁哈尼在蓬佩奥演讲数小时后强烈回应，说：“你是谁？替伊朗和整个世界做主？当今世界不再接受美国替世界做决定，各国都是独立的，美国说了算的日子已经结束，我们将继续在国民支持下走自己的路。”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22日说，可能要推迟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的历史性会谈。特朗普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白宫会面后表示，若会谈现在不发生，可能会在以后举行。美国在会谈前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果朝鲜不能满足一些必要的条件，峰会就将取消。据俄罗斯卫星网21日报道，叙利亚政府军攻占了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大马士革附近的最后据点海加尔阿斯瓦德。报道指出，叙利亚首都自2011年以来首次获得全面解放，大马士革现成为和平之城。